有感疫情造成社会上各行各业经济损失。台江祖庙大观音亭行政宫21日提供予台南市北区区公所150个物资箱，内底白米、八宝粥、调理包、面条、罐头等物资，希望会当协助弱势家庭度过眼前的困境。感谢咱这里长，尤其咱区长率领的这服务团队，特别的甘心吼，对咱台南市民，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吼，对这困苦人伊的关照，咱行政宫。受到吼伊的引进当淡薄仔来对社会做一寡服务奉献的工作吼，非常的多谢。希望这疫情伫咱台北工作甲辅助保庇之下，赶紧来离开，互咱这市民会当来回归正常的生活。咱特别感谢到咱大观音市的行政宫，咱的党干事伫咱迄个吴汉清党市长的率领之下发挥爱心关注到讲咱北区咱三块一寡。2个人以上的家私入户物资因为咱这边疫情管制关系所以互咱的工作减少迄个囡仔总是拢爱食所以伫咧遮真感谢到咱大观音市行政宫多发挥到这个爱心互咱遮会使弱势民众会使来平安来安然的度过这段疫情的日子。公所表示。这次募集到的物资，加上日前花社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拄好有够发送予北区大约300户家属入户，互因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